提起涉谷區，你肯定第一時間就諗起十字路口。今日帶大家嚟睇下不一樣嘅涉谷區，就係代代木八番，去新宿5分鐘搞掂。涉谷嘅忙碌呢度完全感受唔到。站口就係一間平民超市，價錢平到你唔信。其他民生商店有藥店、便利店、麵包店、咖啡室。因為呢度係民生居住區，想行街買嘢就一定冇。不過其實只需要步行10分鐘，就可以到原宿表參道。想買嘢，下次帶你去睇下。